诸位，督察院的事儿都知道了吧？范闲的自辩者你们都看了吗？没看。好好看清楚。都看清喽。赖明成，臣在。你参的什么呀？参协律郎范闲收受贿赂，骄横枉法。范闲，臣在。你认罪吗？臣无罪可认。所谓收受贿赂、骄横枉法，臣不知从何说起。赖明成，检书司贿赂监察院一处，范闲当众受贿，人证众多，绝无虚假。认吗？哪有受贿？臣冤枉。范闲，人证证词皆在此，你还抵赖？确实没有，这怎么承认呢？陛下，臣恳请人证。不用这么麻烦。检书司谁塞的钱呢？戴公公。传。传戴公公。传戴公公。传戴公公。陈明明，臣在。范闲是你监察院的人，你该如何交代？监察院也是陛下的臣子，国法当前，绝不徇私。那你看范闲像不像一个贪赃枉法之臣呢？像。不瞒陛下，臣主持监察院以来，看谁都像是不法之徒。你听听，这说的什么话？看谁都像，确是如此。让朕来看看。你看林相像吗？更像。林相怎么会是不法之徒？怎么说？陈院长，好眼光。老衙混话，您多担待。林相，陈院长不过跟你开了个玩笑。臣喜欢玩笑。你们俩都跟范闲太亲近了，说话不算数。秦将军，臣在。你觉得范闲像贪赃枉法之臣吗？陛下，臣只知道带兵打仗，别的一概不懂。不过，臣觉得他不像。为什么？范闲出使北齐，在北齐王城升我大庆战旗，就连我们这些当兵的看着都觉着过瘾。确实，没错，我也听说了。
这样的风华少年，不像是坏人。多谢秦老将军。我也就是实话实说。听说你小子勾搭北齐圣女，长脸！秦老将军，这些可都是谣传呐！啊，也可能有啊。师傅，真不是。我就是胡说八道，您别往心里去呀。了然。我鞋掉了，让我穿上鞋再上殿吧。殿前失仪，诸位也会受到牵连。这根杆子，老奴拜见陛下。赖明征，戴公公，请看。此为证词，监察院一处查封了检书司，戴公公当即赶到，塞给范闲3000两银票。戴公公，此事认吗？不是这塞银票有当众塞的吗？听着就不合情理，是吧？他封了信，封了怎么知道塞的是银票啊？范闲直接拆了，他不仅拆了，而且还报了数额。此事，在场之人皆亲眼所见。收钱收到了这种地步，可见范闲的气焰何其嚣张！看我干什么呀？问你呢？回话。戴公公，铁证如山，你要想清楚。戴公公，莫慌，不就是3000两吗？检书司隶属后宫，这点罪名动不了你。3000两，3000两只是冰山一角。陛下，我督察院近日上下尽心细查，也是检书司作恶多端，轻易就查到了罪证。据查，历年来检书司压榨菜农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就是这位戴公公，他在城外的私宅就不止1、2处，他还利用菜价设下圈套，好些菜农被逼至卖儿育女，甚至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送进了青楼。如此恶行，天怒人怨，百姓私下里称检书司为血肉司。呸！赖御史倒是慷慨陈词，只是不知这罪证可否扎实啊？证据确凿，请陛下过目。赖御史，
林相，我大庆法度森严，刑部、大理寺乃至府衙各掌其职，就算臣子枉法，也该按律彻查，哪有将罪证递到陛下眼前的道理呀？林相，你的意思是朕不该看这个折子是吗？陛下万圣之君，没什么看不得，只是臣领六部，有违陛下分忧之责。若烦劳陛下，长此以往，只怕六部懈怠，法令不彰。有道理，朕不该看。林相错了。第一，检书司隶属后宫，自当盛才；第二，我督察院有弹劾百官之责，将罪证呈于陛下，不算逾越。还有第三吧？这第三，六部皆由林相辖制，检书司一案，我参了范闲。众所周知，范闲将是林相的女婿，林相理应避嫌才是。赖御史怕我徇私？人皆有私。林相清正刚直，要说徇私，朕第一个不信。我是第二个。陛下，赖御史言之有理，检书司一案，该由陛下圣裁。不可信得过你哦。臣不太敢相信自己吧。赖明成，臣在。给他自己看看。老奴错了，陛下开恩呐！老奴愿倾家荡产，将功补过。陛下，他认罪了。灰飞烟灭。押此去。陛下开恩呐！陛下开恩呐！开恩呐！陛下啊！范大人，眼见如此下场，你有何感想？这个姓戴的真不是个东西。赖御史为民除害，百姓会记住你的。到了这一步，你可认罪？我何罪之有啊？你敢说那3000两你没拿？那倒是拿了。这就是认了。哎，等等，赖御史的意思是说，这3000两我拿了，就是受贿。你敢说不是？赖御史啊，你怎敢诬陷皇子啊？你胡说什么？那天在检书司，我是不是当众收的银票？正是因为如此，才能把铁证坐实。那我问你，殿下是不是也在？殿下也在。殿下是在的。我若有违国法，那事情过去这么多天，殿下因何不参我？赖御史说我收受贿赂，殿下却视若无睹，岂不是殿下与我同流合污了？这构陷皇子，其心可诛。殿下怎么不参呢？儿臣当日的确是在检书司。你看到他拿钱了？看见了，正如赖御史所言，收这3000两与国法不容，儿臣本该参范闲一本。那怎么没参呢？因为我相信你。范闲才华经世，入京奴部久便有了诗仙之名，更是身担监察院重任，可谓是
前途似锦。儿臣想来想去又不觉得这样的人会为了3000两自毁前程。如若他私下如此，儿臣知道了必定参他一本；可他当众收钱，就有些匪夷所思了。儿臣以为他定是另有所图，因此也就试着再等等，再看看。说得好，殿下方才所说的，正是我想说的。那也许你以为3000两数目太小，就铤而走险呢？荒谬！京都百姓一年存银未必能有数十两，3000两的银票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无法想象的巨款。我等在朝为官，当守国法，体民情。赖御史此般言辞，真叫人心寒。那可是这3000两你收了呀？是啊，你真的拿了？对呀，赖御史钓过鱼吗？没有鱼饵，鱼会上钩吗？你故意收贿赂，是让简书司上钩。实不相瞒，简书司种种恶行，我也早就看在眼里。为国除奸这想法与赖御史不谋而合。心有灵犀，说的就是咱们俩。你们看，范大人真是巧舌如簧啊！事实就是如此啊。那你说你也在查简书司，可有实证？3000两银票一拿到，就转交给陈院长了。要查简书司的想法，也和院长说过。当真？当真。这不就成了个误会了吗？本来就是个误会。陈院长，不是不信你的话，我只是想再多问一句。范大人，既然你说是误会，当初我等众卿在参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在自辩折上把事情解释清楚？赖大人，哪敢在那上面解释啊？为什么？一个小小的简书司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？这朝堂之上贪腐之辈可不是一个两个。那你也怀疑我们督察院？不只是督察院，下至百官，上至皇亲，我呀，谁都不敢信。既然是查贪，那3000两银票收了这么久，为什么至今不见下文？要不是我们督察院，恐怕简书司到现在还会安然无恙。是我犹豫了。犹豫什么？查贪是应该的，但问题是能查多久，敢查多深？怕了？不是怕，是担忧。清正吏治是我等为官的根本，我们既受皇恩，怎敢姑息此身？赖御史这话代表自己，还是整个督察院？我督察院上下皆以报国为己任，你们监察院不敢查的，我们督察院敢查；你们监察院害怕的，我们督察院不怕。好气魄，佩服！你听听，你听听，陈明明，老臣惭愧呀。这些年来，监察院确实有所懈怠。你要给朕一个交代。陛下，这段时间，各路府衙查出了一些贪官，有些牵扯酒窝。本来想放一放，今日看来，如此责任，应该交到督察院手中。那陈院长这名册是早就准备好的，凑巧，赶在今日，就等着这一刻了。督察院若不愿意接，我们监察院也不强送。贪官已经查出来了，
剩下的事儿监察院把它办了，不就完了吗？怎么还把差事往外送啊？所以说牵扯极广。监察院也是怕了吧？怕倒不怕，只是费时费力呀。有些官员不在京都，却跟京都往来甚密，甚至和朝内的皇子都有牵连。这个案子如果细查下去的话，旷日持久。监察院诸事繁忙，没那么大精力。秦将军既然问到这儿，是不是要看看这个？别，本人不识字，也看不懂，不看。林香，无人敢接。陛下，这名册我督察院愿接。为国解忧，岂能退缩？忠勇有加，你还是看清楚再说吧。陛下，臣忍不住有话说。启禀陛下，赖御史一腔忠肝义胆，叫人心折。只是此事若真与皇子牵连，只怕赖御史撑不住这重担呐。有国法在，有何撑不住？查明真相，是还皇室清白。如果真有皇子牵扯其中，还请赖御史顾惜自身，切莫冲动。陛下，如果真有皇子牵扯其中，我督察院也要彻查到底。天降御史，不畏宗亲，为我庆国铲除奸佞，清正吏治，此乃庆国之福啊！天降御史，庆国之福啊！陛下，赖御史真乃国之干臣，臣愿收回送给督察院那幅字。你想收回来就收回来吗？臣向督察院低头认错。哎，范闲，在你的自辩者里写着现在奸臣当道，朕想问问你指的是谁呀？自然是天下的贪官污吏，绝不是督察院诸位御史。赖明成，臣在。好好办差。陛下，臣愿还我庆国一片云散天晴。朕很期待。我来扶世伯，也没这么老。世伯的官威，非常人所能及啊！想借多少人？啥？想借督察院彻查老二。终究是瞒不过世伯。是陈萍萍教你的？我自己琢磨的。赖明成确实是把好刀，
只是我确实有几点不解，想请教师伯。方才殿上站出来那几位，并非是我事先的安排。若不是他们在那儿添柴拱火，效果也不至于这么好。想知道他们是谁的人吗？是您的安排。可是您怎么事先知道我要针对老二呢？这么多年的相位，倒也没有白做。这几位站出来，不会牵连到师伯吧？谁说那几个是我的人啊？不是。那是谁的门下？二哥，二哥怎么办先？太子有何吩咐啊？今日这朝堂可真是热闹。二哥觉得呢？赖御史够硬气。这么多年，这督察院都可有可无的，这些御史也都憋坏了。要不然也不肯接着查贪的差事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查贪终归是好事，只要不是私怨，就是好事。私怨从何说起？莫非今日这贪官名册，二哥猜出来都有谁了？不知道。还是应当自省其身啊！咱们做皇子的，应该注意那些走得近的官员，不能丢了皇室的颜面。你说是吧，二哥？太子这话可真讲究。我也是刚刚有感而发罢了。你看刚刚跳出来那几个说天降御史的，个个慷慨激昂，为官者态度如此鲜明，实属少见啊！这说明什么呀？查贪是民心所向，众望所归。怎么了？佩服。何以见得？对着厨子摔碗，太子这手段犀利。什么厨子？太子教诲，臣定当谨记，一刻也不敢忘。殿下，啊，咱们接下来是不是得帮着赖御史一些？咱们什么意思啊？殿下，我等隶属太子麾下，自当尽心竭力。等等。督察院那几个一根筋，非要自己办，咱们看戏不就好了吗？为何要亲自下场啊？看什么？那几位，不是殿下您的意思吗？不是，你说哪几位啊？煽风点火啊，夸天降御史那几位啊？怎么就我的意思了呢？他们不都是太子门下吗？不，什么叫我门下呀？一直都是啊。那我怎么不知道呢？这就对了，啊，这个投效太子者众多，就是这几位吧，职业清闲啊，没大用处。应该还没有机会和殿下见面。那几个真是我门下？千真万确啊！他们为何跳出来？不是您安排的吗？我安排个鬼呀！他们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跳出来啊？怪不得又是厨子又是碗啊！厨子？什么厨子？简书司的。太子门下，听您的调令，操也不难。师伯厉害，没你厉害。回来这么多天了，也不去看婉儿一眼，怎么？北齐圣女不让你去？
师伯，传闻可不能信啊！我跟那圣女，我跟婉儿，我的为人您是清楚的。别跟我说，跟婉儿解释去。不是我不想去见婉儿，实在是回京之后诸事繁身，一刻也脱不开身啊。要不是借口，师伯，确实有难言之隐，与北齐圣女无关。他也是在等你呢。那我晚上就去看他。晚上？不是晚上，白天一有时间就去。趁我还在，抓紧上去。吓我一跳，您这身子骨可比我硬朗。世事难料啊。范闲这么能折腾，是不是你教的？不是，是他自己琢磨的。论他的年纪这般年轻，能有这心思也不错。自从范闲进入京都，没让人失望。你的腿没事吧？站久了腿酸，没事。没关系，以后在殿上专门给你设个座。千万别，臣受不住。范闲进范家祠堂啊，不进也好，就他的性子，先别拜了。进不进祠堂也不要紧，还是姓范。至于闯祸嘛，臣多教他。真惹了事儿，臣给他担着。陛下，你看他就是这个脾气，也就是陛下能体谅的。朕够体谅你们吧？可是谁体谅朕呢？陛下这意思是，范闲跟老二在殿上闹成这个样子，你们连劝劝都没有，为什么？说他走私，可什么实证也没查着，转头又去查贪腐，你们来回帮腔，是查贪腐吗？你们这是在查朕的儿子，真以为我一点亲情都不念吗？我可一句话都没说，都是陈萍萍帮腔。陛下，老臣觉得，如果这个争端起了之后，不如把它闹大。他是朕的儿子，他也是庆国的皇子。陛下，二殿下从小聪慧，经营多年，现在羽翼已丰，他本人没有任何问题，只是他身边有很多心怀叵测之人，应该清扫一下。清扫？你们这是想清扫朕的儿子？能帮陛下清理门户的只有范闲，怕就怕鸟尽弓藏。不会的，范闲聪慧，只会把别人当刀使。今日朝上你也瞧见了，太子门下煽风点火，这种争斗，范闲就不该牵扯进去。不是太子，明明是太子门下。不是太子，太子门下不是太子指使，还能是谁？庆国国法森严，朕与有容焉。什么意思？今天在朝上有一句话，陛下很不高兴。哪一句？陛下万圣之君，
没什么看不得，只是臣领六部，有为陛下分忧之责。若烦劳陛下，长此以往，只怕六部懈怠，法令不彰。这个话没错。怂恿太子门下的是凌相，他想挑起皇子之争，可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？也是想再看一看庆国未来之王是谁。这眼光未免放得太远了。不光是眼光吧，是手伸得太长。殿上那份贪官名册，真是监察院查出来的？这还能有假？我猜，那名单上的人，不是监察院主动想查，而是小范大人提纲挈领，亲自选出来的。殿下真聪明。认了。为何不认？为国除奸，不分你我。我个人的些许努力，也不过是监察院荣誉的一部分。那名单上的都是我门下，你这也太会挑了。您门下？殿下恕罪，您也知道，我在京都时日不长。我斗胆问一句，这六部九司各道府衙，您个人门下究竟算是隶属哪个部门？什么编制啊？私人交往，只是朋友。哼，那就没事。殿下放心，交友不慎，不违国法。那我可太欣慰了。殿下以后注意。我马车在前面，陪我走一段。没问题。走路嘛，也不违法。凭良心说啊，自打你来到京都，我对你一直是欣赏有加，乃至掏心掏肺。凭什么？那俩字儿没听清楚。哪怕到如今这步田地，我依然能再退一步。名册上那些，查就查了。我希望呢，到此为止。做人嘛，别太过分。天下这句“别太过分”可就太过分了。怎么查到哪儿那是国法，可不能讨价还价。不信你去问问督察院那些御史。我人往死了逼，又没犯法，你怕什么？我不怕死。你可真勇敢。京都城内谁都会死，但不是我。殿下慎言，老活着不死的，可都长了壳。小范大人如今自然是意气风发，遵纪守法，自然活得踏实。就是在京都待的时间不长，有时候待久了，人脉总会多些。殿下说的对啊，来得晚，没人脉。不过好在范某总有些职务在身，怎么看
也不是孤身一人。唉，我知道你送范思哲北上。殿下什么都知道，你也太狠心，天寒地冻的，怎么忍心送自家弟弟去北齐受苦？我这个人心软，见不得兄弟离散，因此就派人跟了过去。算算时间，这会儿也该把人接回来了。殿下重感情，要是交朋友再小心些，就完美了。我马车在前面，你呢就别送了。等思哲回来再聚。好走，来日方长。思哲傻眼眼真被他们抓回来，那事儿可就不好办了。毕安，在。你说的没错。什么？是得有个回应，不能示弱。该怎么做？听说抱月楼出了命案。鲍玉？没有啊。这不才听说吗？属下明白了。照名册查下来啊，京都之内钱财有问题的官吏，着实不少啊。都是蠹虫，全都该杀！真查吗？现在看这一串查下来，多少都与二殿下有所往来。皇子而已。身为御史，就该有连陛下也敢参的气魄。查，往深里查，要让陛下看看，不光是他们监察院会做事情。出命案了！出命案了！出命案了！哪里？上下青楼，叫抱月楼，有人在门口打死了楼内的一名歌妓。那是清都府的事，与我们无关。抱月楼的管事不见了，但是留了一封信给京都府，说这抱月楼的东家是范思哲。范思哲，范建的儿子，范闲的弟弟。范家开青楼，据说是逼良为娼。那个歌妓，她的死或许就跟这有关系。京都府查了吗？不只是京都府，范闲也亲自去了。范闲，他这是要干扰京都府办案的。
大人，这人就是被活活打死的，周围很多人都看见了，仵作正往这儿赶呢，死因应该不会有偏差。还有，圆梦不见了，京都府正在查。大人，大人，那个圆梦留了封信，说这抱月楼的东家就是范思哲，而且楼里边逼良为娼，时常打骂。这个信一样的还给京都府送了一份。死者是谁？是楼里的歌妓。这是金家姑娘，她怎么还在抱月楼？我不是给她卖身契让她回家吗？大人，但凡这姑娘进了这种地方，她一辈子都要打上青楼的烙印。再说老金头已经没了，这姑娘她哪儿还有家呀？凶手这是故意选的。大人，目睹行凶过程的护院说，那3个人进了院内，未曾询问，也未曾拣选，只是第一眼看见这位金姑娘就动手了，直到活活打死也没问过她究竟是谁。这都是随便挑的。或许他们根本不在乎死的是谁吧。就在那个地方。凶手呢？大人，他们行凶之后就离开了，行踪我们正在追查。别让凶手出京都。大人放心，绝对不让这些凶手逃出升天。老王，我不是让人守住抱月楼，禁止有人进出吗？守了，大人。杀人者身手过人，他们就是想让这事儿跟您扯上关系，咱是防不胜防啊。因为在他们眼里，人命就跟草芥一样，死的是谁都一样。老天都看不下去了。邓子越，全力追捕袁茂。是。撕开青楼，这本来就坏了朝官和读书人的名声，又逼良为娼，闹出命案，天理难容。我这就写折子。参范思哲，不仅是范思哲，还有范建、范闲，范家的人做出此等事情来，必须得有一个交代。这会儿还在查贪腐，已经不少人牵扯进去，难道还要拉上范家？就差拜官，职责所在，管他是谁，绝不退缩。终于雨停了，最烦下雨天。对了，那死了的歌妓叫什么名字？这我还真不知道，要不我去查查？算了，无所谓的，谁会记得？你说，这下一场雨会死多少蚂蚁？殿下，都安排好了，那3名凶犯落网之时，才是范闲真正的没落。
范兄，世子怎么来了？我向天发誓，我真的不知道圆梦去了哪里，我与此事也当真无关。放心，我会好好查，不会冤枉人。范兄，我知道你在追查此案，能不能麻烦你不要把我和圆梦的关系说出去？毕竟牵连人命，与名声有碍。范兄，你等一下，你也帮我跟若若说一声，自从赐婚之后，我再也没见过圆梦。世子，别再跟着老二了，啊！我不希望有一天亲手拿你。您找我？包月楼的事儿，我已经知道了。范闲惹祸，连累家里了。哎呀，一家人说什么连累呀？没做错事的人，无需致歉。不过您放心，范思哲送走的及时，包月楼这事儿啊，绝对跟他扯不上关系。人家要斗的可不是范思哲。是。督察员赖明成又准备上折子了，应该的。不生气？督察院这些御史，其实人还不错，应该可以做朋友。这次备参，你打算如何应对呢？不做应对，查到凶犯之前，暂不上朝。于理不合。爹，你信得过我吗？对范闲的事儿，你怎么看？说实话，陛下是说包月楼一事？随便。啊，儿臣以为此事有些许蹊跷。这朝堂之上正在查贪，恰巧在这时蹦出来包月楼一事，在儿臣看来，有点像是栽赃陷害啊！朕听不见。儿臣以为是栽赃陷害。你真的这么认为？那天在殿上为赖明成摇旗呐喊的都是你的门下，为什么？陛下，儿臣发誓，此事儿臣并不知晓啊！这么点小事给你慌成这个样子，来，坐。谢陛下。坐稳当了吗？好。记着，今后遇事要稳当，做人要稳当，做太子更需要稳当。听明白了吗？装不明白是吧？去，回去问你娘。
陛下让你来看我。是。但即便陛下不说，儿臣也想来探望母后。其实你来不来看我，陛下根本不在意。在陛下心里，我这个皇后，怕是连模样也记不清了。他让你来，是怕你没听懂。说说吧，他都跟你讲了些什么？这还能说什么？范家父子一起染病，这鬼话谁能相信？是没人信，可人家说了染了病，这不能逼着上朝啊！这样传出去，倒显得我们太蛮横了。那范思哲呢？说不在京都啊，去哪儿了？问清楚，抓回来审。不知道去哪了。范家父子染病，不见客啊！我就不相信他们会一直病下去。那如今该怎么办？等吧。毕竟抱月楼命案的凶犯还没有落网，这段日子继续查贪腐，范家和贪官一个也不放过。是，大人。抱月楼的事，民间已经传开了。此时猜疑范家的人确实不少，只是这范闲毕竟有诗仙之名，也有不少人猜测此事另有隐情。会写诗可真好。凶犯是不是应该落网？不急，这么快落网，太刻意。范家这会儿全家高病，不见客不上班，这事儿总不能一直拖下去。是想拖到抓到凶手吗？可染病了，得治。治病？请太医院最好的太医，走趟范府，给瞧瞧。会不会不见？染病了就不见医，听着有点不太合情理。若是查了无病，那便是欺君。我去办。你保范家做什么？他有说过要投入你门下？那倒没有，但毕竟是跟二哥作对。那就让他们去斗，你安心看着就好，何必亲自下场？毕竟也算同盟，所以他才那么说的。让你给个态度，是要让你看清楚他们争斗的细节。让你坐稳些，是让你哪怕看清了，也别胡乱下场，冷眼旁观，瞧他们争，超然于物外，方能以身化天机。他是在教你怎么做太子。一定要让人猜，就不能直说。天子之心，远深难测。至于在朝上替赖明成摇旗呐喊，其实陛下知道，那不是我安排的，他只是想再确认一下罢了。那能是谁？毕竟范闲是林相未来女婿。林若甫，你猜到了？我知道，陛下也知道。刚才陛下的那番提点，其实你都听懂了，根本没必要来问我。听听母后教诲，儿臣心里还是高兴的。既然听懂了，还故作愚钝。母后，做太子的，愚钝不就是聪慧吗？是太子，更是夫子。
其实你很像他。误伤其类，这词儿怎么能用在这儿呢？依我看，这词早晚得用上。难为你了。儿臣乃太子，坐镇东宫，万众敬仰，兄弟极限，何谈难为啊！哎，老大，哎，来一个，别客气啊！大人做的这点心啊，人间美味啊！来来来，烫啊！哦，嘿，我家爸爸最爱啊！来来来，坐点吃。客气客气，不用不用。来来来来来，又坐。哎，怎么不吃啊？热着好吃。啊，大人，这不是现下正当值吗？我还是带回去细细品尝。窦鱼，你这还是没放开呀？是不相信我？属下知错了。我明白，你还想再看看，看看我到底是不是那个值得你唤醒自己的人。起来吧。是。医处那边都安排好了啊，都安排好了。医处的同僚可以说是摩拳擦掌，群情激愤啊！自从您在殿庭对峙之后，大家都觉得对您的敬仰简直是无以复加。尤其是我觉得我就像找到了指路的明灯一般。敬仰的不是我，是陈院长站在我这头。我这年纪，他们敬仰不了。别人或许如此，但是我跟他们是不同的。有何不同？你看，您这个借力打力，简直是妙极了。借督察院的手，行承贪之风，绝了啊！可以说您就是文韬武略，足智多谋啊。那你先把这糕吃了。我还是回去吃吧。监察院的规矩，凡入院者，当差之时不可食院外饮食，是这条吧？你是怕坏了这规矩？是。低头哈腰、恭顺圆滑这些你可全占了，却偏偏要守这么一条没人在意的规矩。邓子越，你活得挺矛盾。我是蠢，我还是回去吃。你呀，老王，你看看人家，我要是跟他学呀，您早得烦死我。老邓、老王都是栋梁。哎，对。哥，你先把气儿喘匀了再说话。太医来了。哎，长的是哪位太医啊？哎呀，管他是哪位呢。哥，说是二殿下担心范府病情，让太医给瞧病。这会儿姨娘正领着往爹屋里走呢，怎么办呀？我先去拦他一道。你拦他干什么呀？拦不行啊，爹红光满面，怎么看都不像是生病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咱爹没病，你就不高兴了？哥，放心，爹可以的。啊？病这种事儿，心诚则灵。李太医，这没多大点事儿，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。应该的。来，这边请，小心台阶啊。夫人这是找什么？没什么。范尚书在屋里吧？在吧。我去看看。啊，要不先喝口茶？不用，看病要紧。这也不出来拦一下，起码打个招呼。啊？没什么。我说这病啊，突然就来了，也不提前打个招呼。病来如山倒，夫人放宽心，我进去瞧瞧。哎，既然这太医也来了，看来时机也差不多，让医处把消息散出去。是。脸色这么难看，会不会绝症啊？先不慌。
爹生病了？没有，身体比我都好。那怎么办？他一茶水怎么办？没病那就更严重喽。那肯定，那是欺君。若若，你想想，身体抱恙不能上朝，除了是生病，还能是什么？范尚书，范尚书，请把舌头伸出来看看。范尚书，好好休息。范尚书不是生病，完了而是中毒。啊！中毒？确实是中毒。中毒好啊！好糟糕。夫人该小心一些，仔细排查一下府里的可疑之人。对，有道理。走吧，我也看一下小范大人。还要看啊？来都来了，看吧。是你给爹下的毒？做戏要真，投入要深。那爹知道吗？废话，这种事儿还能瞒他？他没说啥。毒，您放心，在这方面我是绝对专业，这个十分安全，就是见效极快，瞧着吓人。闻着不错，毕竟是给您喝，口味我可是特地研制过，讲究一个入口柔，一线喉。那我先尝尝。哎，真有医者上门，再喝也不迟，不然浪费了。香是真香。那爹确实挺相信你的。那这毒你自个儿喝吗？我喝它干啥呀？太医也不来看你呀。我中毒没人信，大家都知道我是飞界的徒弟。那大家会不会怀疑这毒是你下的？不可能，儿子给爹下毒，说出去谁信啊？那还是人吗？我是不是骂着我自个儿了？也不算啊。大人是诗仙啊，是仙就不是人，不是人就骂不到。你这不还是骂我呢吗？这都能圆上。范闲，太医来了，你醒了没啊？辛苦你了啊，太医。辛苦了，太医，连口茶都没喝。范闲，太医来了，你醒了吗？范闲啊，起来见见太医吧，过来给你看病的。范闲，范闲，夫人，不必客套。小范大人有病在身，恐行动不便，咱们还是进去吧。姨娘来了。范闲呀，这位是专程从太医院赶来给你瞧病的。多谢。哎呀，大人呐！哎呀，您说您啊，本来您应该在床上静养休息的，您偏要起来。您说什么？要对姨娘恭敬，要对太医感激。哎呀，你说您怎么就不想想您自己呀？你先不用慌，人还活着呢。您为大人想想办法啊！我会尽全力。这脉象又是中毒？不是中毒。你家大人有没有被什么撞过？撞过吗？怎么了？他气血紊乱，不像生病，更像重伤。大人，吃了吗？没吃呢。
没吃回家吃去吧。啊？不是，这是撞糊涂了吧？谁派你来的？二殿下，替我谢谢你，必定转告。姨娘，务必让太医吃了饭再回去啊。回头就交代后厨。小范大人身体虚弱，赶紧推到房间里休息，我这就开个药方。拜托您了，先生。必须的。咱们大庆呢，还是好人多呀。要不吃了再走？为保万无一失，咱们再来一遍。来，听说过抱月楼吗？知道，范家小公子开的，出人命那个。有人瞧着过，包月楼的管事是个圆梦啊。那可是流金河的袁大家。听说那是靖王世子的枕边人。大家记住，一定要迅速把这个消息给我传遍京都的每一个角落。兹事体大，有劳诸位了。为了大庆，为了大庆，快！时间很紧，不得有失啊！真是这么说的？是。太医回来后说了，范建中毒，范闲重伤。他还说他行医多年，绝不会看错。范建的毒啊，是范闲下的。范闲？不会吧？你瞧，说了你都不信，说出去能有用吗？毒我能理解，范闲的伤哪来的？大人，您真的没事吧？没事儿，都是表演。表演为何物啊？就是做戏，晒会儿太阳就好了。哎，今儿怎么没太阳了？哥，这太医开的方子。方子没问题，太医是有真本事的。你是怎么骗过他的？我们学武的，装个病再容易不过了。真厉害！